来看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推出国防新闻的采访协议，限制记者的报道，这是引起新闻界底者。有50个驻点的记者，在包括款款的做阵离开。那赫格塞斯是伫咧社群媒体抛握手再会表情来回应。过去数十年，媒体记者若是挂记者证，大部分因无受限制进出五角大厦飞机场所在自由行动，拜访官员办公室进行采访。不过，赫格塞斯新推出的21页国防新闻采访协议，规定军方人士无经过允准，免接受媒体采访，非机密信息也袂使。媒体若是报道无经过授权的消息，是属于犯罪行为，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，也就是对言论自由甲新闻自由的保护。各用15下晡5点做期限，下令无签署记者爱交回记者证，离开五角大厦。对这史上上严格两性审查制度，美国新闻媒体用容反应是更换凭记者证，未去做传声筒。当日下晡4点，将近50位登记被派驻伫五角大厦记者，收拾记者室的个人办公用品，全部拢行出大楼。Well, the Pentagon certainly can restrict the publication of classified information, but unclassified information is something that I think goes too far when it comes to the First Amendment. Journalists have a right to gather news. They have a right to ask questions. They have a right to publish unclassified information. 赫格塞斯回应是伫社群媒体发出握手再见的表情符号，川普伫白宫记者会被问到这代志，其实就听赫格塞斯伊讲，媒体对世界和平、国家安全有真强的破坏力。I think he finds the press to be very disruptive in terms of world peace and maybe security for our nation. Press is very dishonest. ABC、CBS、CNN、NBC 甚至是长支持川普的福斯新闻，全批各主要电视新闻媒体拢拒绝配合赫格塞斯，佮发表一份联合声明，指新规定会阻碍记者提供重要国家安全议题，互全国甚至全世界领略。纽约时报对外表示，新闻服务是大众，唔是总统。华盛顿邮报讲，任何得到真相的新闻机构拢免接受，互记者乘做政府代言人的条件。不过，也受媒体愿意配合签国防部新闻采访协议，就是右派的新闻付费频道 One American News Network 公司新闻王慧文评论。